呢啲屋苑已經全部做好晒啦，現樓現正冇花冇假，對面已經係入住咗噶啦。首期5萬蚊住翻1300尺嘅4房單位，仲要係南北對流雙露台，非常之斜風嘅，嗰邊就望翻山景同埋河景嘅。嗱，平時喺客廳開翻2棟窗嘅話，就已經好大風啦，冷氣唔使，門口入嚟入戶花園，開放式嘅廚房啦嚇，咁用嗰陣時可以拉翻埋嘅。入邊就4間房，非常之市正實用嘅大平層單位，下次乾濕分離做好晒。呢邊呢2間房係打通咗嘅，咁需要做翻大房嘅可以咁樣設計啦。旁邊呢客房啦，衣帽間呢邊呢飄窗位已經駁晒噶啦，3邊落床位可以做到嘅。主人房亦都係一樣，擺2個上後櫃，都係可以綽綽有餘嘅空間，有埋梳妝台嘅位置俾到你，有埋套廁，全部一應俱全。樓下就屋苑巴士啦，30分鐘到翻關口，可以一站式直達翻香港嘅荃灣同埋太子嘅，方便快捷。首期5萬蚊，月供3000零蚊嘅咋吓，有興趣嘅快啲留言俾我。